大家平安。我吼顶礼拜讲到吼结论的时候，有一则足要紧的迄个圣经在我袂记咧讲，所以我即摆先甲咱大家讲。迄是你会记得我顶礼拜讲好的撒玛利亚人，我有讲好的撒玛利亚人，上尾啊，我有讲撒玛利亚人帮衬迄个人，啊，带迄个人去旅馆啊，逐项甲伊安排，伊得到啥？讲伊拢无得到啥。迄个了后吼，有一则圣经就真要紧的是我要结论的哦，我袂记咧甲恁讲，迄是伫吼，迄张纸我伫遮，迄是伫箴言第19章第17节，箴言19章17节，伊安尼写啦吼，真济善车人是照上主，主会照伊的所做行伊，这是现代的台湾话的翻译。巴克勒的翻了，咱听较有。伊讲吼，人民颂扬的，就是照互耶和华，伊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。这是我应该讲，我登去甲厝才想着讲，啊，我有做 PowerPoint 呢，袂记的。这甲年龄有关系，请大家迄落。啊，我想讲，这因为真要紧，我爱甲恁讲，这个结论吼。做咱顶礼拜讲人族做好事，像迄个撒玛利亚人做好事，伊无得到啥，总是圣经甲咱讲上帝知。咱来先甲祈祷。天父，我感谢你对阮的主的教示，阮得到真济。今仔日我要搁来三角想圣神的轨迹，良善这个轨迹。阮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通过讲的、听的，拢总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祝福。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良善之字吼，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， 我今仔日要用一寡时间来说明这个希腊文啦。中文的翻译叫做善良、良善，也是好。台湾话嘛是安尼翻啦吼。啊，迄个。希腊文是阿个所顺的吼，阿个所顺的。普通真侪人是那个讲阿个 thoughts 安尼尔啦，阿个 thoughts， 敢若安尼尔。我确定啊，英语翻做 goodness， 甲 generosity，goodness 是好啦，啊，就是台湾咱迄个台湾的翻译，中文的翻译翻做好嘛吼。generosity 是慷慨。这个良善吼，甲咱顶礼拜讲的迄个人慈悲吼，真相反啦，真正真歹分啦，人慈是吼，看到人有需要去甲人帮忙，叫做人慈。这个善良阿个措施吼，无一定是安尼啦。有其他的用法，我较等下来说明哦。这是阿个所这是希腊文吼。伫咱大家知影的语言的内底吼，是中文、英文甲台湾话，无一字会当完全说明阿个所是啥。我有创诗篇25篇第8节到第10节吼。这篇吼，伊讲吼，迄个阿个索斯吼，上主善良个正直，阿个索斯吼是善良以外个正直，这是上帝在讲上帝啦。伊善良以外个正直吼，因为伊正直，所以伊对咱有要求，只是罪人行正路，因带用公平因带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定会受吃亏。上帝用公平款待伊，将伊的道路教示，人。这个阿个所说，除了好人好，自身以外吼，有寡要求啦。中文的圣经哦，
华本也是现代中文的圣经哦。啊，甲咱新的台湾话，咱今仔日读的这个版本，拢总翻做良善，良善。咱普通拢讲善良较济。我伫想讲吼，伫翻中文的圣经的人，我真正学了这翻译圣经的人，我呢有时准备讲到为着一字，我咧找到要死哦。因安尼规本圣经翻哦，有时逐字拢爱去找，拄啊好意思要来找着。我相信因知影善良无法度通表现阿个多这字的意思，所以因发明一个良善。中文的圣经的翻译，甲台湾话新的圣经翻译，拢总翻做良善，巴克咧翻做善良。伊是外国人，你要叫伊去找一句台湾话，这是中文的人找出来。啊，良善哦，我为着安尼哦，我有去看中文的迄个圣经的注解，到底善良甲良善有啥物无共款？咱普通真安尼咧想这啦吼。伊是安尼讲啦，善良是吼对人有疼心，真欢喜帮助人、怜悯人，这是善良好人哦。良善咧，伊讲良善是吼出自顺探上帝的意思。才行出来的好事，顺探上帝的意思才行出来的好事吼。这个人所做的吼，看咱会接受的程度到安怎？这个人所做的，咱无一定会接受呢。耶稣上好的例啦，耶稣做行好，有人就无法度接受伊啊。耶稣有疼人，总是耶稣是良善。个正直，伊是就是，毋是就毋是。伊骂遐个法利赛人讲，恁是亲像粉白的梦，外口真好看，内面是凹骨头。伊骂有迄个希律人讲，迄只狐狸。耶稣受气的时，我哪会受气？因为伊正直，伊的正直会去伤着人啦，会去伤着人。所以吼。伫正直的人的面头前，伊所做的代志，咱无一定食会挡得掉啦，咱无一定食会消。这是良善。我感觉有，我毋知影，我无证据。我有感觉有可能是伫翻圣经的人，伊想真久，找即个良善吼，将阿个所即字的意思甲摆伫即内底。这是我的推测啦，这是我的推测。所以吼，我伫遮用较侪时间说明即句阿个所说意思是安尼啦。啊，伫咧准备即个讲道的时候，坦白讲，我若敢若讲要说明即个圣经的规矩良善吼，我到遮讲的拢讲甲差不多啊，大概就是安尼尔。啊，我嘛知安尼交代袂过啦吼。所以我咧讲吼，我去圣经内底找到一个足趣味的代志。咱今仔日读书道行传，哦，佫一项我跳过袂记讲。咱今仔日有读马可福音传，马可福音传迄个讲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，吼，迄个故事咱知影。伊甲耶稣讲：好的老师啊，我着爱安怎做才？啊，耶稣来应讲：你是安怎讲我好？上帝以外无一个好。恁若甲我讲，哦，你是一个足好的牧师，啊，我尾拢跳起来，足欢喜的吼！我一定袂甲你讲，你是安怎讲我好？上帝以外无一个好。你敢无感觉耶稣足土的？哪有人安尼？咱甲你讲好啊，啊，你着岂敢，还是讲真多谢？无呢，耶稣甲伊讲，到底是安怎？恁读即载的圣经，捌有即个现象吗？我知影啦，有真侪人读圣经哦，有问题我那无啥敢问啦，真正有影，这真有影，真费气的代志。我看到例子解，甲我拄仔讲的迄阿个所有关系，上帝的正直吼，即个人叫大耶稣讲好的老师，真侪人拢看耶稣是好的老师。伫历史上，真侪真出名的人对耶稣的教示足迄个。总是因无法度通接受讲耶稣是上帝囝，是救世主，因无法度接受这。
换一句话讲，真侪人敢若看耶稣是真好的道德的老师，袂当接受伊是上帝道成肉体伫世间。真侪人也讲呢，这个少年人甲耶稣讲好的老师，耶稣要互伊知影，你想讲我好，我毋是敢若好好先生的定，我的好的后面上要紧的。是有上帝做我的基础，我是道成肉体来伫遮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耶稣应这个话是要强调伊的神性。这个少年的听有听无，咱毋知，总是安尼。耶稣有甲这个少年人要求，这个少年耶稣过去，耶稣我今仔日无读吼。耶稣甲伊问讲：“这律法你听安怎？”伊讲：“我对细汉就咧守啊，我对细汉就守啊。”第十章21节，第21节讲耶稣看到伊安尼吼，耶稣看到伊，马可讲耶稣看伊就听伊。伫圣经的内底，互耶稣看，随听的无几个呢，伊是一个呢，总是耶稣的正直。开出来的要求，甲伊讲你要欠一项，去卖你所有的，经济爽用人，你来对我。这个少年人的无法度，伊离开。你有看到耶稣放互伊离开？耶稣无甲讲，等下，咱来讲，莫讲全部啦，一半就好，好无？耶稣无讨价还价，上帝的阿格索斯。上帝的良善是良善有正直。当咱来讲巴拿巴，伫圣经的内底吼，好人这字吼，好人这字出现差不多20摆，大部分拢伫新约圣经的内底，拢讲好人安怎？旧约圣经讲真侪义人啦，新约圣经讲好人，好人出现差不多20摆。直接互人讲，这个人是好人，敢若巴拿巴一个来的。咱今仔日读的吼，伫第11章，使徒行传第11章24节，讲巴拿巴是好人，互圣神充满。敢若巴拿巴讲好人，但咱今仔日要讲良善，要讲好的代志哦。咱来做伙看巴拿巴这个人，到底伊是安怎有法度互人讲伊是好人？到底伊做啥？耶稣是好人，咱拢无问题。毋过咱要学耶稣哦，才拼咧，咱大家拢知影。巴拿巴是一个人，到底伊做啥物代志，互人讲伊是好人？这真趣味的代志。我今仔日要来讲巴拿巴这个。头一项哦，好人。巴拿巴伫使徒行传内底吼，伊毋是一个真出名的人。你若讲到使徒行传，大家拢想到彼得、约翰、保罗，拢总想到这个人。真少人去想到巴拿巴。巴拿巴是差不多第2线的，总是伊的贡献是足大的。咱来做伙看伊的使徒行传内底有5位讲伊的代志，讲真清楚。头一位吼是伫使徒行传第4章36节到37节，讲伊的身世。甲讲伊做啥物代志？伊讲有一个出世伫塞浦路斯的利未人约瑟，伊的本名叫做约瑟，总是咱巴里拢叫做巴拿巴哦。使徒甲伊叫做巴拿巴，意思是安慰者，真够安慰人哦。伊卖家己的田，钱摕来互使徒。伊看到教会的需要，伊看到遐侪人来信主。伫一间教会内底，有人好业，有人善车。要互大家拢总呢，我礼拜有前有讲吼，迄个救世军吼，因看到迄个解药来吼，头一个是 soap， 第二个是 soup， 第三个叫 salvation。恁会记迄个无？伊讲哦，来先叫去先救世互先去，过来吼先互食饱。食饱了，再来讲
耶稣基督福音的代志。大家散车人遐尼济，你要甲伊讲上帝听你，要讲啊，无人会听，因无法度经验上帝听。迄个时阵，真侪人迷因的田园，巴拿巴是中间的一个。我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要讲真清楚。伫遮除了伊慷慨以外，除了伊慷慨以外，搁一项，我相信巴拿巴对拄成立这个耶稣基督教会有信心。因为你若对这个团队无信心哦，你要去卖田园来互这个团队哦，绝对无这个代志。你会当看伊出来，伊真慷慨。总是伊相信这个教会有将来，我投资落袂要紧，伊去卖伊的田。我今仔日毋是要讲现金的代志啊，我今仔日毋是要讲现金的代志。耶稣讲：你的钱伫倒位，你的心就伫遐，这有影，你有影。教会对你若是普普啊，啊，都大家拢在做啊，我都逐礼拜日来去就好，清清彩彩就好。迄款你会对个教会 approach 会一款，你若感觉即间教会有将来性，你要伫即间教会服侍，你要伫即间教会投资你的时间，投资你的金钱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巴拿巴真慷慨，这头一项。第二位是吼，我无做出来，这边我甲恁讲，大家拢知。第二位这是第四章，搁第二摆讲到巴拿巴是伫第9章跳5章过去，所以有一段时间，这中间有一个少年人叫做扫罗，恁知影？保罗以前叫做扫罗，扫罗分别教会，伊世界里遐信耶稣的人，真出名。伫第9章。伊要去大马色的路上，恁拢知影这个故事，大家拢知影。伊互耶稣的光甲照，耶稣甲伊讲话，伊听到耶稣的声，伊悔改，伊信耶稣，过去伊变做使徒。我咧读新人院的时候，我一个新约的老师，我甲已经过世啦，我足感谢的。伊教我读圣经，伊教我讲哦，使徒行传。迄个路加写是写历史，历史学家伊无时间通写甲真详细，伊将历史事件讲互你听就好，短啊讲一个，因为伊遐讲的代志足济嘛，所以伊就讲一个。伊讲哦，你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哦，你会感觉哦，保罗伫大马色对马顶搬落了，人牵伊入去大马色，啊讲伊3日目睭拢无看。啊，有一个人来替伊祈祷，伊目睭有看到。隔日吼，保罗就出去传道理，人就要甲抬，伊就走，走转去大数，走转伊的故乡。伊讲吼，这段圣经路加安尼写吼，是历史学家写历史事件。你要爱知影保罗悔改了发生什么代志吼，你爱去看保罗家己写。保罗伫加勒泰。第1章遐写伊大马色的经验，伊有讲我即个代志了，我无去耶路撒冷，我走去阿拉伯3年久伫遐。我以前捌讲过，伊讲我3年，这3年对伊来讲是足要紧的。这3年伊伫遮，总是你另外一方面，你甲想吼，一个少年的气压世界在掠基督徒吼，忽然间无去3年久无去。大家敢袂问我，即个走迄对？我在想吼，巴拿巴吼有甲保罗连接触着。保罗这3年，伊安怎过咱毋知，总是巴拿巴知影伊有改变，知影伊已经悔改。巴拿巴知影，当保罗。去3年了，来到耶路撒冷的时，第9章讲哦，所有的使徒拢惊伊啦。当然嘛惊，以前赤白白直直要掠人，即马假讲你即马信耶稣，你若
你若是迄落犯奸地，阮这毋着拢死啊！无人敢接受伊，干那巴拿巴带扫罗去见这个使徒，去见彼得这个人，互因甲扫罗熟悉，互因知影这个扫罗已经改变。扫罗开始传耶稣基督福音，3年久，伊所圣神对伊感动，所有的教士伊伫遐甲犹太人要甲刣，伊走转去伊的故乡大数，伫遐住4年，所以这中间哦，历史迄个老师甲阮讲的，我真正是足感谢的。读圣经爱安尼读啦，所以这个你甲看巴拿巴，你捌想无？大家拢惊扫罗这个人，扫罗后摆变保罗呢？你会想讲迄阵去，大家人拢无要接受伊，包括巴拿巴嘛无要接受伊。扫罗会安怎？我咱毋知呢。啊，你敢会当相信教会历史内底无保罗这个人？新约圣经减10几本啊呢，迄年就减10几本啊。巴拿巴做一项足要紧、影响足大的代志，带保罗去甲这个使徒熟悉。好人是甚物好人？好人敢信任人，好人敢信任人。有影，这是真冒险的代志。毋过巴拿巴敢做这个代志，这是无简单的。我知影，咱这个时代诈骗集团遮尔济吼，恁即马转去讲牧师叫阮信任人，所以人打电话来要甲摕钱，我拢寄互伊，毋通。总是咱上少，咱会当做一个，互人会当信任的人。咱会当做一个，互人会当信，这是咱基本会当做。第三是咱今仔日读的圣经。保罗等于扫罗迄阵啊，转去大数伫遐4年久，我相信4年久，伊毋是伫遐闲闲无代志做，伊一定伫遐想福音的代志。这6、7年对伊是真要紧，对伊后摆的传道真要紧。啊，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讲吼，有迄个有一寡人啊，因为司提反伫耶路撒冷互困逼，大家四散，一寡犹太人的基督徒走去北边安提阿，伫遐第19节讲吼，因开始的时候，敢若对犹太人传道，因就相信讲耶稣是阮犹太人的。所以，阮传道理敢若对犹太人传。啊，第20节你读到啥？第20节讲有一寡对别位来的Cyprus 甲古利奈来的人，因对伫安提阿开始对希腊人传道理，对外邦人传道理。咱若讲外邦传道理，咱拢从这就是保罗做的事工。外邦的传道毋是保罗开始的呢，咱毋知因的名，这人开始的，因伫遐开始，啊，真济非犹太人接受福音，这个消息传到等于个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一寡犹太人去紧张，讲啊哪会安尼？啊，这都咱犹太人的，哪会使去传互别人？因那要派一个人去，你讲，你去甲关心一下，看到底因是咧创啥？因派巴拿巴。因为你想巴拿巴是安怎会派巴拿巴？我相信巴拿巴甲这犹太人的想法差不多啊，因才会派伊啦。那派一个我咱主张讲传福音，互外邦人不要紧的人如果你请几摕药单，你去包死的。啊，这个人咱就知影伊的立场是安尼。咱哪互你讲？我相信巴拿巴到迄个时阵为止，嘛是安尼相信，这个福音是犹太人的。21节，21讲伊去到遐的时候，
毋是21节，23节，伊去到遐个时，看到上帝圣神伫遐做工，遐尼济外邦人信主，伊毋若无甲因阻挡吼，伊无甲因阻挡，伊劝勉因大家专心一意信靠主，伊毋若无甲因阻挡，伊个迄个有一句话讲做提油救火，晓？对遐犹太人讲，迄啲血会已经得烧啊！巴拿巴是赶油去救火呢，叫你去甲因动，你直接互咱看巴拿巴的特色伫对啊！这个好人哦，这个好人，伊无受伊的过去的想法的束缚，伊真愿意开放接受新的代志。伊接受看到上帝圣神伫遐做啊，看到遐一个人信主，你要甲动，你是安怎都甲动，是安怎爱动？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呢。啊，伊过去咧，伊伫遐开始了，伊过去想到扫罗，这个扫罗，我想伊伫遐牧会真无闲，人真济，有需要帮忙，来找一个副牧。所以伊去找扫罗，对代数去找扫罗出来。扫罗欠巴拿巴2个情，头一个是我拄仔讲的耶路撒冷甲遐使徒的关系。而且巴拿巴伫安提阿教会差不多是主任牧师，伊需要一个帮手，伊去找扫罗来，扫罗来甲伊合作。过去这26节讲哦。因两个伫遐1年半做伙做工，福音大兴旺，安提阿的教会啊，佫一项基督徒，咱大家对 Christian 基督徒这个名词是对安提阿开始的。安提阿的人看这阵甲人无共款的，讲恁遮就信耶稣基督，迄恁就是基督徒。迄个时阵，迄基督徒是看轻的。总是今仔日基督徒变做咱大家拢爱的，大家拢小心要做基督徒。我才是真的基督徒。我即摆无要过去讲遐个代志，这互咱大家知，这个巴拿巴有关系。过来吼，一个良善的人吼，伊无得计较伊的名分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出来吼，我互恁看吼。迄个啊，这个吼，这拢伫使徒行传内底，使徒行，恁看这，恁看，我说明互恁听。巴拿巴甲保罗伫迄个扫罗，因伫迄个安提阿教会足和平，因安提阿教会真有迄个 mission 宣教的迄个，讲咱来派人出去传道理，要派啥人？派上好的，派保罗。派巴拿巴甲扫罗要去，因甲因看手，甲因迄落车因出去派，所以因开始去传道旅行。这是第一遍的2个保罗第一遍的传道旅行，巴拿巴甲伊做伙，因佫带一个少年人，叫做马可，3个人做伙去。你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吼，你会看到吼，这是我圣经有哪读去发现到的。开始的时候，路加拢写巴拿巴甲扫罗，巴拿巴甲扫罗，第13章的第1节甲第4节，拢讲巴拿巴甲扫罗。第9节吼，路加写扫罗嘛叫做保罗，咱知影扫罗改名改做保罗，是安怎改保罗我毋知，我有去查拢无，咱敢若知影伊改名啊定。扫罗是以色列头一个王，要开始代表的迄个啊，头一个王。这虽讲圣经甲写甲安尼吼，犹太人对伊也是真尊敬，所以保罗头一个，伊改做保罗，改伊的名改做保罗。对迄节了后吼，路加所写的吼，拢总第13节哦，第13节写保罗甲伊的同伴。连巴拿巴的名嘛无去呢，变做保罗甲伊的同伴，伊的同伴就是巴拿巴甲马可啦。
迄个时阵就是巴拿巴马可，保罗甲伊的同伴，啊，过来所有的使徒行传你去看，过去后壁若甲巴拿巴、保罗做伙，拢保罗甲巴拿巴。我拄仔讲，安提阿教会，巴拿巴咧舞袂去啊，爱一个副牧师，请去大山甲请来。啊，真好啊！两个做工，啊，即马出去传道理。恁开始巴拿巴甲扫罗，这应该嘛？我正牧师，伊是副牧师啊。会过来什么保罗甲伊的同伴呢？我的名都无去呢。啊，过来保罗甲巴拿巴，哈喽，我正牧师，伊是副牧师呢。毋免讲别人啦，这若要张信你嘛吞袂落啦，咱袂甲你讲啦。那我嘛吞袂落啦，卡咯，我是正牧呢，我是主任牧师，即嘛叫做主任牧师呢。你是上家是副主任啊？啊，你的名拢摆伫我头前哦。巴拿巴显然无计较济呢，无计较济。你若搁读落去哦，伊真拍拼宣教。为着传道理互外邦人哦，引起教会真大的论争。第15章，使徒行传15章，为着安尼吼，因开一个耶路撒冷大会，专门要来讨论这项代志，到底要安怎？保罗甲巴拿巴拢认为这是足要紧的会，巴拿巴甲保罗做伙去开这个会，佮带一个建本，带提多。提摩太后壁迄就提多书，迄个提多是罗马人，伊带提多去互遐个人看讲，即个罗马人伊信主，伊即马咧做牧师啦，伫克里岛咧遐咧做牧师，因带提多去互人，显然巴拿巴无得要紧这代志，伊要紧的是福音讲传。无要紧，名分无要紧，因为这咱大家拢爱学呢。这咱大家拢爱学。我真老气甲恁讲，人我吞袂落，这有影啦，这我实在的代志啦，无应该啦，毋是安尼就对啦。巴拿巴，这个良善的人，这个好人，伊无得计较这。上尾啊，关于巴拿巴的代志，是伫第15章第36节到40节。因传道理，我无创，这个我无创。因世界传道理了吼。保罗甲巴拿巴讲，咱有头一遍去旅行哦，咱过来出来传道理。好，你会记得我拄仔讲，因头一遍出去是带一个马可，这个马可吼，毋知是马宝啊，毋是吼。也是拄着遮艰苦吼，去到地人啊，大家画台画拍安尼吼，伊看到半路，伊走到等耶路撒冷，伊走等伊离开因，好保罗足受气啊，保罗足受气。啊，保罗讲啊，巴拿巴讲，咱佫出来传道，我就讲好啊好啊。啊，巴拿巴讲伊要佫带马可去，保罗讲 no way， 这个少年的吼，半路甲我闹跑。这个人，这个少年已经无路用啊，无爱，袂使带伊。为着马可吼，保罗甲巴拿巴冤家，去船道的弯啊啦，毋是即马才会弯啦，到迄船道的弯啊啦。为着马可这两个冤家，一人行一路。巴拿巴带马可，保罗带西拉崩溃。因崩溃，但这是对咱来看，教会迄阵啊，我相信教会有冤家哦，啊，佫两个遮大粒的咧冤家吼，大家已经头壳拢摸咧烧吼，毋知要安怎。总是上帝在做代志足奇妙。保罗带西拉，伊过去去菲律宾的所在，去伫迄边个传道理。巴拿巴带马可去倒位，我毋知啦。总是你来想哦，你用想象力吼，
马可这个少年人，这两个前辈为着伊冤家分开，你看伊的心情安怎？保罗是绝对不会带伊去，巴拿巴互伊第二摆机会带伊去。你想因伫旅行的中间，因伫讲什么话？马可一定感觉足歹势，为着我恁安尼，巴拿巴咧一定该安慰，不要紧，唔通失志。这个马可，就是写马可福音传迄个马可。哪卖巴拿巴吼，迄马可毋知走到对去呢？写马可福音传。啊，保罗对马可的有改变，这中间一定有改变。我有因两位的圣经摘互咱看，两位的圣经摘互咱看，是伫迄个哦，头一位是伫哥罗西第4章第10节，哦，保罗伫罗马的教会内底写一张配合哥罗西的教会，伊毋捌去哥罗西，总是伊要派马可去。伊讲哦，甲我做伙坐家的阿里达哥要甲恁请安。就是阿里达哥甲保罗伫罗马教会要甲因请安，巴拿巴的表小弟马可嘛要甲恁讲，嘛要甲恁请安。显然马可嘛是甲保罗伫罗马的教会内底照顾保罗。啊，伊讲关于马可，我已经有甲恁交代，伊去的时就甲伊接待。保罗要派马可去俄罗斯，伊毋捌去的教会，要派马可。这中间的转变，哪卖巴拿巴，敢有可能？这个有影好人呢？啊，过来提摩太第4章第11节，这是后书4章11节吼。这是保罗写讲，我有精进，神的好精进吼。这话，迄个伊知影伊伫要死啊。伊甲提摩太讲哦，你着带马可做伙来，因为伊对我的侍奉真有帮助。这保罗家己讲，保罗为着马可甲巴拿巴分开呢，好家在有巴拿巴。这个好人，这个良善的人，伊互马可搁一摆机会，啊，感谢上帝，马可无会漏开。多尼水的故事，因为我今仔日用巴拿巴，我拄有讲，咱要有耶稣的迄个良善。咱无法度，总是巴拿巴是一个人，伊所做的代志，咱生活中拢捌经验，咱拢有法度安尼做，做一个慷慨、欢喜奉献的人，做一个信任人的人，做一个无互过去的想法束缚的人，啊，过来无计较，无计较 credit， 无计较什么人的名分较要紧。有一项，互这个少年人搁一摆机会。咱这个时代真需要安尼，真需要互少年人搁一摆机会。咱来三个祈祷。特别想感谢你，互阮通过三甲上圣神的轨迹良善。阮知影，阮的主的良善，伊是完全伊受气无犯罪，阮无法度学伊。总是阮感谢你，赏赐阮这个信仰的前辈巴拿巴，阮对伊学习着遮尔济，伫阮日常生活内底，要安怎实行你的良善，伫你的百姓的中间，主恳求你，互阮学巴拿巴，互阮成做良善的人，
我阮的教会真做良善的教会，以道奉耶稣名，阿门。